古天樂被追訪旗下藝人周秀娜被起訴事件，佢淨係淡淡定講咗3個字。古天樂現身個人首張精選專輯《天命最高》Back to the Past 香港簽名會訪問環節，被傳媒追問到旗下女藝人周秀娜近期被起訴嘅事件，佢全程好平靜，淨係吐出3個字：冇回應。李嘉誠將周秀娜告上法庭，理由好直接，指對方多年嚟單方面綁住佢嚟炒作。呢單嘢最巧妙嘅地方就在於，周秀娜嘅老闆古天樂被記者圍堵追問時，就只係得呢3個字回應。明眼人都知，先至係高人做法。李嘉誠嗰邊一口咬定同對方素未謀面，要求停手兼索賠。其實都可以理解，頂流豪門追忌諱就係被人生熱度，尤其係呢啲不清不楚嘅緋聞，喺佢哋眼中同牛皮癬廣告冇分別，一定要用法律手段徹底清理。周秀娜亦都唔係第一次同豪門扯上關係，之前同何猷亨都傳過緋聞。今次起訴嘅時間點又咁啱，佢正有《掃毒3》等多部作品準備上映，明眼人都睇得出 timing 揀得咁巧，多少有敲山震虎嘅意思，話晒成個娛樂圈唔好再嚟呢一套。所以古天樂一句冇回應，簡直係教科書級別的操作。佢而家嘅身份早就唔單止係演員。佢係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，係天下一集團老闆，投資過《明日戰記》呢啲大製作，同內地資本關係千絲萬縷。佢出聲撐旗下藝人，等於直接將自己同周秀娜綁實，同李家正面硬碰。話信法律又太過官腔，分分鐘兩邊都唔討好，乾脆乜都唔講，就係最穩嘅做法。呢種沉默唔係懦弱，係基於現實厲害嘅精準盤算。香港娛樂圈同豪門嘅關係從來都唔對等。有個入行20幾年嘅資深經紀人同我傾過，話八卦雜誌今日傳呢個女星同公子食飯，聽日話亂毛收樓，9成9都係藝人或者背後團隊放料。點解？因為係最快博關注嘅方法。但豪門嗰邊，尤其係李兆基家族呢個級數，對呢啲小動作容忍度幾乎係零。2019年 TVB 藝人陳偉琪就係同富二代傳緋聞之後直接被雪藏，連戲都冇得拍。對豪門來講，就好似行路被人貼小廣告，核突，一定要清理。其實周秀娜自己都覺得好冤，佢早就唔係當年靠寫真走紅嘅翻版樂基兒，憑29+1提名金像獎，呢幾年一直努力洗走性感標籤，想轉型做實力派。但冇辦法，江湖留低嘅第一印象太深，大家諗起佢，第一反應都係緋聞同身材。今次被起訴，佢出聲明話從未主動製造傳聞，但法律講證據。喺香港打誹謗官司，被告要證明自己冇講過、冇做過，難度遠比原告證明受損害要大。萬一輸咗，唔止賠錢咁簡單，佢啲待播劇同電影投資方為避嫌、剪鏡頭、換人，甚至雪藏都有可能。一個演員有幾多上星期，根本捱唔起咁樣折騰。講返古天樂，佢嘅沉默正正係睇穿咗背後嘅權力格局。呢啲唔係娛樂圈內部嘅小打小鬧，係另一個維度嘅資本力量出手。作為會長同商人，佢首要任務係穩住自己盤數，唔係意氣用事。就好似我哋普通人職場遇到跨部門糾紛，或者客戶同大老闆有矛盾，最明智嘅選擇通常都係收聲，先觀察，唔輕易站隊。因為你知有啲爭執，你根本冇資格勸，更加冇偏幫嘅本事。呢單嘢最後會點收科？好大機會係和解。周秀娜嗰邊公開澄清道歉，賠一筆雙方都接受嘅象徵性賠償，李家就撤訴。呢個係最體面，對各方傷害最少嘅結局。經此一役，香港娛樂圈嘅潛規則又再清晰一分，分隔娛樂明星同老牌豪門嘅界線依然森嚴，碰不得。而好似古天樂咁由明星成功轉型做資本方嘅人，就用冇回應3個字，默默擺好自己嘅立場。佢乜都冇講，但又好似乜都講晒。呢個大概就係中年人喺複雜世界入面最無奈亦最實用嘅生存智慧。翻事件始末，2月13日，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嘉誠入稟香港高等法院，起訴藝人周秀娜同多個自媒體賬號。李嘉誠發聲明指，
有理由相信多年嚟同周秀娜嘅虛假傳聞，源頭就係周秀娜本人，動機係增加曝光兼宣傳作品。李嘉誠強調，同周秀娜完全冇關係，根本唔認識佢，亦冇意圖認識。聲明一出，即刻引發全城熱議。周秀娜稍後亦喺社交平台發文回應，表示對起訴感到意外，強調自己從冇暗示同李嘉誠有任何關係。周秀娜又提到，2025年6月訪問中已經清楚否認過相關傳聞，重申自己唔認識對方，並稱深感委屈，已經委託律師跟進事件。周秀娜1985年出世，透過模特比賽入行，喺模特圈立足之後轉型做演員，仲獲得過電影獎項提名。2013年參演周星馳執導嘅《西遊降魔篇》吸納大批粉絲，幾年前自立門戶，之後簽約古天樂創立嘅娛樂公司。2月14日訪問入面，傳媒一開始同古天樂傾專輯相關話題，到訪問尾聲先婉轉提到周秀娜，古天樂全程平靜，只係淡淡講咗，冇回應。娛樂圈有個潛規則，私人法律糾紛交俾律師同法庭處理，公司同老闆唔隨意出聲。古天樂喺圈中打滾多年，一向低調穩重，唔惹是非，唔引火上身，呢個係保護自己，亦係保護公司同藝人。換第二個藝人，可能急急出聲撐，或者急急割席撇清關係，但古天樂唔同，佢用最簡單嘅方法，將事件熱度壓到最低，唔添亂，唔炒作，睇似沉默，其實係最聰明、最負責任嘅做法。有網友話，古天樂呢個係高情商沉默，唔評價，唔傳播，唔引導輿論，將判斷交俾法律。而家網上好易盲目跟風站隊，但真相未出，亂出聲只會令事件更亂。說到底，周秀娜呢單嘢，而家淨係等法律判結果。我哋普通人吃瓜可以，但唔好造謠、轉謠、亂帶節奏。古天樂3字回應，睇似簡單，卻為所有公眾人物做咗榜樣。敏感事件唔亂參與，尊重法律，守好界線。最後都係提醒大家，八卦睇下就算，唔信謠不轉謠，靜待官方同法律結論，先至係最理性嘅態度。